哈嘍港圈迷們，我係港妹啊，歡迎鎖定我嘅頻道。港圈秘聞、明星往事、內幕通通拿捏晒，嗰啲聚光燈外嘅恩怨情仇同人生抉擇，先至撞住最真實嘅人性模樣噶嘛。TVB 嘅殘酷根本超乎你想象，呢個造星無數的電視帝國，最擅長捧人，亦都最擅長毀人。多少藝人擠破頭顱入局，只求一朝爆紅，名利雙收。可現實夠晒冷血 ，TVB 捧你時，把你寵上天，資源集滿，全網霸屏，讓你人人皆知，風光無限。一旦冇利用價值，一旦出錯，一旦靠山倒台，即刻翻臉無情，徹底棄置，半分情面都唔留。今日盤點的7位藝人，個個當年都是 TVB 頂級力捧，清一色重頭劇女主男主，綜藝代言接到手軟，台內資源傾斜拉滿。年紀輕輕登頂流量巔峰，被全網認定為港圈未來接班人，但結局真的太打臉，太唏噓。前一秒萬眾矚目，風光無限，後一秒跌落谷底，無人問津，落差殘忍到極致。好多人問，究竟是 TVB 過河拆橋，冷血無情，還是他們自己作死，親手葬送前程？今日港妹一次性爬爆背後所有內幕，撕開港娛最赤裸、最現實的生存潛規則，每一個結局都狠狠給所有人上一課。首先第一位，曾經的 TVB 親生女，人氣花旦黃翠如。早年的黃翠如絕對是台內頂級資源㗎，背靠 TVB 高層余詠珊這座大靠山，入行即巔峰，無需從小配角熬起，直接空降多部重頭劇女主，電視台全力力捧，綜藝劇集代言資源拿到手軟。人氣日路飆升，搭檔全是黃宗澤、蕭正楠等一線大咖，一度被視作 TVB 新一代花旦接班人，風頭無人能敵。誰都以為他會穩居一線，持續霸屏港劇熒幕，可誰也沒料到，他的爆紅全靠山加持，自身演技短板十分明顯，台詞生硬，表情單一，多年拍戲毫無進步，觀眾緣持續下滑。最致命的是，隨着高層余詠珊調離 TVB， 黃翠如最大靠山徹底崩塌，台內資源格局重新洗牌，再也無人為他保駕護航，沒有過硬實力兜底，失去靠山加持，他瞬間從頂流花旦淪為透明藝人，重磅劇集、頂級代言全部清零，戲份從女主降級為配角，最後徹底被 TVB 邊緣化，雪藏拋棄，很多人替他惋惜，但港妹想說，娛樂圈從來都是錦上添花，靠山永遠不如靠實力，靠人物堆出來的熱度，終究是泡沫，風一吹就碎。第二位，一手好牌打得稀爛的黃心穎，她的出道起點遠超多數港圈藝人，參選港姐順利簽入 TVB， 憑借清甜外貌、靈動氣質，迅速被電視台重點栽培，入行短短幾年，接連拿下多部重頭劇集資源，綜藝邀約不斷。人氣急速攀升，事業穩步上升，同時還坐擁甜蜜戀情，和馬國明的情侶組合被全網祝福，堪稱事業愛情雙豐收。可本該穩步登頂的他，卻在巔峰期徹底迷失，親手毀掉自己的璀璨星途。2019年轟動全港的安心事件徹底曝光，他在有男友的情況下，與已婚歌手許志安出軌，車內親密畫面傳遍全網，三觀盡毀。輿論炸裂，醜聞爆發後，他參演的《法證先鋒4》等重頭劇集全部被換角、下架，所有工作全面叫停，代言盡數解約。TVB 直接對他實施無限期封殺。曾經萬眾喜愛的新生代花旦，一夜之間身敗名裂，口碑崩盤，被迫遠赴海外避風頭，徹底退出港圈熒幕。本該前途無量，卻因一己私欲，底線失守自毀前程。這就是典型的手握王炸，卻打得一敗塗地，值得所有藝人警醒。第三位，被連累最無辜的 TVB 視帝馬國明。馬國明絕對是港圈勞模代表，深耕 TVB 20餘年，從不炒作，踏實拍戲，兢兢業業熬了無數年，終於憑實力拿下視帝獎盃，坐穩一線小生位置。他拍戲敬業，零緋聞，路人緣極佳，品行端正。低調謙遜，是 TVB 公認的好好先生。
也是觀眾心中最靠譜的港劇男神。原本他事業穩步攀升，口碑穩居高位，完全可以穩步衝刺一線頂流，卻因為前女友黃心穎的醜聞，無辜遭受巨大牽連。安心事件爆發後，全網輿論洶湧，馬國明深受波及，路人緣短暫受損，綜藝和劇集資源臨時擱置，事業節奏被徹底打亂。雖然後來他及時止損，果斷分手，慢慢重回正軌，但那段時間的事業停滯、口碑風波，依然成為他職業生涯的一大遺憾。很多人都說他太可惜，港妹也深有感觸。娛樂圈真的太現實，身處名利場，身邊人的過錯，往往會變成自己的無妄之災。哪怕自身毫無過錯，也難免被拖累受挫。第四位，高開低走，口碑翻車的鄭俊弘。鄭俊弘是 TVB 實打實的天賦型藝人，早年憑借歌唱比賽出道，唱功出眾，音色獨特，是 TVB 重點打造的實力派歌手、全能藝人。電視台對他寄予厚望，不僅為他量身打造歌曲、舉辦演唱會，還力捧他跨界拍戲，吸到不少優質劇集資源，妥妥的影視歌三棲栽培。巔峰時期人氣碾壓同期小生，是萬眾期待的明日之星。可事業剛起飛，他就急於求成，心態飄了，私生活混亂，緋聞不斷，多次被曝出感情失信、言行失當的負面新聞。頻繁的輿論風波，徹底消耗掉觀眾和電視台對他的耐心與期待，路人緣急速崩盤。TVB 見狀，迅速收緊對他的資源扶持，不再給到重頭資源，慢慢將他邊緣化。如今的鄭俊弘早已不復當年巔峰榮光，無重磅劇集可拍，無主流舞台可登，徹底淪為港圈小透明。明明手握天賦和頂級資源，卻因為浮躁貪心，不懂得珍惜，親手葬送自己的大好前程，屬實可惜。第五位，當年被 TVB 狠心封殺，巔峰被逼離巢的張衛健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張衛健早年是 TVB 力捧的當紅小生，顏值出眾，演技靈動，搞笑天賦拉滿，拍戲可塑性極強。出道沒多久就快速走紅，劇集收視節節走高，人氣橫掃港澳內地。彼時的他，收視號召力、觀眾緣雙雙拉滿，是 TVB 最賺錢的藝人之一。可正因為爆紅，雙方矛盾徹底爆發。當時張衛健人氣暴漲，內地邀約不斷，片酬遠超 TVB， 他只是提出合理的片酬對等要求，希望匹配自身市場價值，卻直接惹怒 TVB 高層。電視台為了拿捏藝人，打壓氣焰，不僅拒絕續約條件，還直接封殺張衛健，切掉他的重頭劇集資源，甚至換掉他原本敲定的經典續集角色，硬生生將這位當紅頂流逼離 TVB。被逼離巢後的張衛健，轉戰內地再創輝煌，爆紅全網。反觀當年狠心封殺他的 TVB， 再也沒能捧出第二個風格獨特、收視炸裂的全能喜劇小生。不得不說 ，TVB 的短視，終究是親手錯失了一位頂級巨星。第六位，性情剛烈、屢遭雪藏的實力派戲骨鄧萃雯。鄧萃雯是公認的 TVB 演技天花板，實力毋庸置疑。金枝玉葉跟郭梟雄等經典劇集，創下 TVB 收視神話，演技吊打一眾同期花旦，是靠實力站穩腳跟的視後級戲角。但他的 TVB 之路一直跌宕起伏，布滿坎坷。年輕時候的鄧萃雯，性格直率，稜角分明，不懂得圓滑處事，不會迎合圈內規則，更不願向資本和高層妥協。早年曾因緋聞風波，被搭檔伴侶反向抹黑，慘遭 TVB 雪藏3年，錯失最佳上升期。解封復出後，他憑過硬演技再度翻紅，登頂視後可依舊不改剛烈本性，多次公開直言行業亂象，不隨波逐流。正因這份不圓滑的性格，他多次與電視台理念相悖，慢慢被高層冷落，資源逐年降級，從絕對女主淪為客串配角，最終徹底淡出 TVB 核心陣容。明明手握頂級演技，卻因不願迎合世俗，不懂圓滑，屢次被平台打壓拋棄，這也是港圈最無奈的現實。實力再強，
也拗不過圈內人情規則。第7位，看透娛樂圈浮華，轉身逆襲的朱晨麗。朱晨麗是港姐冠軍出身，外形亮眼，氣質出眾，剛簽約 TVB 就被全力力捧，出道即擔任女主，資源日路開掛，電視台為她鋪路造勢，力捧她成為新一代花旦。可惜她演技功底薄弱，台詞含糊，演技生硬，觀眾一直不買賬，口碑始終平平。更致命的是，隨着扶持她的高層離職，她徹底失去靠山，加上同期新生代小花批量崛起，競爭壓力就增。TVB 直接放棄對她的資源傾斜，從重頭劇女主到無人問津、無戲可拍，短短幾年徹底被平台拋棄。就在所有人都以為她會就此沉寂，徹底淡出熒幕時，朱晨麗做出了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決定。她徹底放下明星光環，退出演藝圈，潛心進修法律專業，苦讀多年成功轉型，搖身一變成為專業律師，跳出名利浮華的娛樂圈，在全新領域站穩腳跟，實現逆襲。可以說，她是7位藝人中最清醒、最通透的一位，懂得及時止損，重塑人生。看完這7位 TVB 當紅藝人的起落沉浮，大家應該都能看懂港圈最真實、最扎心的生存真相。他們每個人都曾手握頂級資源，坐擁超高人氣，站在事業巔峰，前途無可限量。但結局卻天差地別，有人靠山崩塌瞬間隕落，有人私欲上頭自毀前程，有人性格執拗慘遭雪藏，也有人清醒通透及時轉型，逆風翻盤。其實 TVB 從來不會無緣無故拋棄藝人，娛樂圈的爆紅和隕落，從來都沒有偶然。港妹始終覺得演藝圈最不缺的就是新人，最薄情的就是流量熱度，一時的資源扶持，一時的萬眾追捧，都不算真正的成功。靠山走紅，終究會隨靠山落寞而沉寂；靠流量出圈，終究會隨熱度褪去而貶值。唯有靠實力立身，靠底線做人，靠清醒處事，才能行穩致遠。